另外來看，陽明交通大學43歲姓林的教授，伊是舉刀刣死48歲的大細聲。目前這警方對嫌犯的口徑是有疑慮的，所以要等伊出病醫了後，照說殺人罪嫌甲移送地檢署偵辦，而且也會繼續來釐清犯案的過程，也有動機。你後退，刀子放下來，刀子放下來。警方提前叫嫌犯投降。這月24日，在新德市三明路這間音樂教室，姓林的陽明交通大學教授提刀刣死大細聲。警方到現場對嫌犯的骹腿開槍，嫌犯緊急送醫，經過要1禮拜治療，警方已經完成初步聲明。嫌犯講家己有幻聽幻覺，口徑的內容也引起議論。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一個理由，讓別人不相信，然後讓自己脫罪。應該不是他自己講的算吧？其實他拿出他長期的就醫證明啊，不要殺人才說自己有幻覺。可以脫罪的幾率很高，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有醫院或相關機構可以去證明。警方表示，嫌犯講家己長期有幻聽幻覺，意識互人干擾，所以才做出這款行為。雖然警方認為嫌犯的講法有變來變去的情形，但後續若有需要，也會交予醫療機關做精神鑑定。案件我們有做初步的釐清，那犯嫌的狀況是恢復良好。那醫生評估可以出院後，我們將會把這個犯嫌移送新竹地檢署偵辦。那目前尚在詳細的釐清中。那如果有需要，會再委由專業的機構協助鑑定。警方嘛講，嫌犯對待的時情緒穩定，講話正常。有這款講法，敢是為着減輕刑責，佮會釐清。等嫌犯對病院出院了，會照殺人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